上集講到格西老師喺鑽石生意上實踐古老經典《金剛經》嘅智慧，創辦全球金剛商學院，教授種子法則。而《金剛經》裏面講嘅空，代表住萬物潛能。格西老師表示，一個生意人若能夠清楚覺知到呢種潛能，就能了解事業或者生命嘅成功關鍵。究竟萬物潛能係點樣運作嘅呢？了解萬物潛能，點樣能夠令生意步向成功嘅關鍵？以下落嚟帶大家去一轉文化採礦之旅，探討種子法則嘅核心，了解萬物潛能。歡迎嚟到 DIY 讀行者頻道，陪你讀書，分享智慧，活用生活，運用種子法則，實現人生5大目標。如果呢個方法及分享係可以幫到你嘅話，歡迎讚好、訂閱同分享 DIY 讀行者頻道。種子法則嘅核心喺書入邊講到，古老經典稱為空，現代術語為萬物潛能。上集講到 Geshe Michael Roach， 我哋稱佢為格西老師，離開咗鑽石生意嘅行業之後，成立咗全球金剛商學院，喺全球遍佈唔同嘅主辦方教授種子法則。喺種子法則嘅課堂上面，格西老師以筆嘅故事去展述萬物潛能嘅運作同埋可能性。筆嘅故事喺書入面嘅第350至到352頁有提及到。老師亦都教授我哋學習種子法則嘅同學，需要講3000次筆嘅故事，先有可能了解到當中嘅含義。今集我哋繼續讀當和尚遇到鑽石，聽下書入邊講嘅萬物潛能係啲咩嚟嘅。當和尚遇到鑽石，簡體中文版叫做能斷金剛，英文版 The Diamond Cutter， 作者 Geshe Michael Roach， 麥可羅區格西。當和尚遇到鑽石20週年經典紀念版，一個佛學博士如何在商場中實踐佛法。當和尚遇到鑽石入面有一個好重要嘅核心，闡釋萬物潛能嘅概念，而萬物潛能正係呢一本書同《金剛經》原著嘅核心。若能清楚覺知到這一種嘅潛能，就能了解到事業同埋生命嘅成功關鍵。事實上，為咗實現事業嘅飛黃騰達，你將需要伴隨靈修生活而嚟嘅一份深刻觀察洞見嘅能力。與此同時，你就能夠兩全其美，既能坐擁物質嘅財富，又能兼備心靈嘅富足。格西老師探討嘅空，似乎讓人哋產生世間一切萬物皆冇意義嘅感受。然而，事實唔係咁樣嘅。陳述包含咗非常具體實在嘅意義，並非莫名其妙咁胡言亂語嘅。你想要獲得人生事業成功，所必須知道嘅事情都能夠盡在其中。書入邊用嘅一個故事去闡釋萬物潛能嘅概念。故事1：華爾街日報。喺紐約有一種商人，每日早上都必定買一份華爾街日報。作者好仔細讀過報紙，發現一個驚人嘅體驗，總會刊登一篇大力推崇某某嘅商界名人嘅文章。某某人曾經大膽從事風險較大嘅投資，名利雙收，成為商界精英。凡係登上呢個版面嘅商界人士，都被推崇為具有遠見卓識的人物。佢洞悉先機，遠遠走喺其他人嘅前面。當缺乏企圖心、較為保守嘅商人裹足不前嘅時候，佢具有勇氣同埋自信，迎頭向前，獲取較高嘅利潤。大約喺《華爾街日報》第4版嘅地方，則會刊登一篇文章，係關於一家企業因為管理方式陳舊過時、不思突破而面臨失敗瓦解嘅命運。董事會裁走所有副總裁，總裁亦由新嘅人選擔任。1個星期或1個月之後，再拎一份《華爾街日報》嚟睇一睇嘅時候，喺頭版就會有一篇文章讚美一家經年遵從舊制嘅公司，喺呢一季締造了巨額嘅利潤。
佢哋係一家績優股公司，由一個具有忠於過去經營智慧嘅領導人掌舵。接住喺第4版，有一篇文章激烈批評一名愚蠢嘅資本家，輕率魯莽地以公司嘅股票作為投資嘅賭注。格西老師帶出一個問號：喺某個月被稱為投機天才嘅人物，幾個月之後卻俾人笑為投機嘅白痴；喺某個月俾人稱為守舊笨蛋嘅人物，喺幾個月之後卻俾人讚賞為作風穩健嘅傳統英才。睇嚟冇人注意到一件事喎，同樣一個人或者同一間公司所採取嘅相同行動，幾乎產生各種不同嘅結果。再有另一個例子，故事2：房地產嘅抉擇。我哋點樣將呢個道理應用喺呢個房地產上邊呢？佢又點樣展現到潛能呢？我哋諗一諗，當安鼎國際鑽石公司經歷咗呢個幾年之後，連租或者唔租、擴展經營或者不擴展經營嘅不確定性之後，開始考慮擁有一棟屬於自己嘅辦公室大樓啦。面對呢一啲嘅問題，每一個生意人都有自己嘅考量同埋打算嘅，並且評估當中嘅利弊。一棟嶄新嘅大樓令到我哋嘅顧客耳目一新，同時亦都加深咗顧客啦同埋供應商對我哋嘅印象。佢哋將認為我哋擴展嘅程度超過我哋嘅能力範圍，或者顧客有機會擔心我哋將提高價格嘅支付同埋新嘅開銷。供應商將認為佢哋之前賣俾我哋嘅寶石嘅價格太低啦，佢哋嘅金錢上嘅損失反而令到我哋買咗我哋嘅新嘅辦公室。呢個正係空嘅含義。所有嘅事物都有利有弊，有好有壞，而大樓本身就沒有好壞利弊，全憑我哋看待呢棟大樓嘅觀點而定。呢個正係事物嘅潛能。如果你買咗大廈，一切蒸蒸日上，咁你就係一個天才。買咗大樓就係一個非常聰明嘅決定。如果你購置大廈，結果事業慢慢滑下坡，咁你就成為一個冒險投機嘅糊塗蟲。如果你冇買到大樓，公司營運仍然穩定健全，結果公司風水唔好，等等唔同因素，呢下子你可以知道其他人會點樣講你啦。而你都明白，唔理其他人讚你係天才或者批評你係白痴，你都係同一個人。總結萬物的潛在可能，相同行動，不同結果，取決觀察者自己。第82頁，空不代表了無意義，它和黑洞毫無關聯，也不是努力不去想任何事情。諸如此類的想法都不是空。空表示的意義只不過是我們遭遇了一些好事或壞事，但那些事情本身並沒有好壞的特質。第73頁，這正是空的含義。所有的事情都有利有弊，有好有壞，而大樓本身則沒有好壞利弊，全憑我們看待那棟大樓的觀點而定。這正是事物的潛能。第74頁，它們本身沒有如此的特質，而特質本身也不會自動地在他人面前展示出來。或許應該說，它們如同空白的螢幕，不同的人從螢幕之中看見不同的事物。然而，空同事業之間有啲咩關聯呢？呢種嘅潛在可能，如何能夠成為通往成功人生同埋事業嘅金鎖匙呢？因此，我哋必須要明白運用潛在可能嘅原則。第5章，潛能運用嘅原則。我哋討論咗萬物潛能啦，亦都係古老經典稱之為空。
我哋清楚咁樣了解到呢，我哋呢所遭遇嘅每一件事，就事件嘅本身而言啦，其實呢係冇所謂好同埋壞嘅。因為呢，如果呢佢呢係一件好事嘅話，或者係一件壞事嘅話，咁樣呢，其他人呢對於呢件事嘅上面呢，亦都會有相同嘅感受。我哋呢打個比喻啊，喺工作個場所入邊，嗰個令我哋呢感到呢不愉快嘅人，同時呢令到公司嘅好多嘅人呢都唔愉快嘅喎。然而呢，幾乎呢總係會有一個人呢認為呢個人呢係十分善良，得人中意。事實上，呢個例子蘊含咗兩個嘅重要嘅含義。第一，嗰個人呢既不具備令人不愉快嘅特質，也不具備美好義人嘅特質。佢本身係空白嘅，或者中性嘅，或者係空嘅。第二，嗰個人之所以令到我哋產生懊惱嘅感受，必有其他嘅原因。咁樣令到我哋懊惱嘅原因喺邊度嚟嘅呢？如果我哋能夠解開呢一啲嘅謎團，或許我哋就能夠心想事成啦。顯然，我哋只要自我思考片刻就會明白，我哋看待事物嘅方法其實源自我哋本身。無論我哋將一個同事睇做係一個討厭鬼，或者係開心果，都係我哋自身嘅觀感。呢一點，從其他同事以唔同嘅角度，甚至完全相反嘅觀點看待你眼中嘅討厭鬼或者係開心果，就可以獲得證明。事物嘅好壞利弊源於我哋自身，又點樣呢？我哋點樣能夠運用呢一個現象作為我哋嘅優勢呢？首先要討論嘅最重要嘅事情係，點解事物嘅好壞並非源自我哋本身？要講我哋看待人或事物嘅方法源自我哋嘅心或者我哋嘅觀感，十分容易。但非常明顯嘅係，呢個唔表示我哋只要許下願望，我哋就能夠控制自己看待事物嘅方式。嚟到呢度，我哋會進入第二個嘅概念，我哋要探討一下心之銘印，英文叫做 imprint， 喺古老經典稱為業。不過由於好多人都對業充滿咗好多嘅誤解，因此喺書入邊呢會用心之銘印呢個概念呢嚟做一個討論嘅。想象一下，你嘅心成為一台嘅錄影機，你嘅雙眼、雙耳以及身體嘅其他部分係錄影機嘅視窗，幾乎所有決定錄影機嘅品質嘅按鈕、開關，全部係於你嘅動機。咩意思呢？你想要錄啲乜嘢，以及你點解要錄影呢？咁樣影像係點樣被記錄咗落嚟嘅呢？事業成功或失敗嘅印記係點樣烙印喺你嘅心裏邊呢？呢啲好壞感受嘅銘印有3種唔同嘅植入方式。無論何時，當我哋行動、身、說話、語，甚至思考意嘅時候，就植入咗銘印身、語、意嘅種子。呢台嵌裝咗喺我哋內部嘅錄影機，亦即係我哋嘅心，全天候開機。心嘅某一個層面持續咁錄低經由我哋嘅眼睛或者耳仔，包括思想本身嘅身體其他部分嘅鏡頭所感知嘅每一件事情。錄影機上面嘅動機旋鈕係決定銘印深淺強弱嘅最重要因素。探討心之銘印嘅特質，第一，佢係清澈透明，不具實體，把你嘅心看做一塊非常敏感嘅油灰，無論嗰塊油灰接觸到咩嘅事物，嗰件事物都會喺嗰塊油灰上面留下咗印記。第二，雖然喺某方面心、識、意識
屬於腦嘅一部分，但佛教唔接受腦即係心嘅概念。心、識嘅範圍亦擴展至指尖，例如你可以察覺某個人觸碰你嘅手指，而正係你嘅心察覺咗呢個人嘅觸碰。就某種意義嚟講，你嘅意識經由推理同埋記憶嘅媒介，已經遠遠超越咗身體嘅束縛，到達咗你身處之地之外嘅另一個處所。如果我話諗一諗天上嘅星辰或更遙遠嘅地方，咁你嘅心會去咗邊度呢？第三，佢嘅長度係隨住時間延伸嘅。喺你讀1年班嘅時候，你所學嘅標點符號、英文字母都會印記咗喺你嘅心裏邊，然後跟住你上咗去2年班，亦都解釋你到咗2年班，亦都包括現在嘅你呢，都係記得標點符號、英文字母呢啲嘅字嘅。第82頁，這些好壞感受的名人有3種不同的植入方式。無論如何，我們行動、身、說話、語，甚或思考、意的時候，就植入名人、身與意的種子。既然事物本無自性，取定於觀察者佢對事物嘅看法。格西老師喺第6章如何善用自性潛能，就解釋點樣運用佢經驗證嘅工具去改變我哋嘅固有信念系統，從而重建一套新嘅信念系統——種子法則。所有我經歷嘅、我見到嘅、我感受到嘅唔如意嘅事，都係從我過往種下嘅種子而投射出嚟嘅。相反，好嘅事情都係由我而嚟，而唔係隨機或者係好彩。如果所有嘢都係由我而嚟嘅話，咁呢一個嘅我就可以創造咗無限嘅可能，絕對有機會係改寫嘅人生。如果話你知咁樣先係正確嘅世界觀，喺我哋呢個地球嘅遊戲玩法，你相唔相信啊？而你點樣理解你依家見到嘅人事物同埋呢個世界呢？歡迎留言話俾我哋聽啊！第132頁，我們只要植入一個正確的名人種子，一個可以讓我們看見充滿利潤的市場的名人，就會獲致人生和事業的成功。如果覺得呢條片棘到你嘅話，記得訂閱 DIY 獨行者嘅頻道，仲要撳埋隔離嘅當當，有片嘅時候就會通知你。我哋下一集帶大家一步一步帶你認識種子法則。我哋下集見，拜。I will take care of you。